各位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香港股市透視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23號嘅香港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港股大市表現明顯好過預期，三大指數齊齊收升，恒生指數收報23,689點，升幅0.67%；恒生科技指數報5,187點，升1.05%；國企指數報8,597點，升0.82%。大市成交額達到1985億港元，雖然比前一日略為回落，但資金流動依然活躍。恒指今年以嚟累計升幅接近20%，跑贏全球多個主要市場，反映港股估值修復行情仍然持續，市場信心逐步回升。科技及半導體板塊成為今日升市火車頭。美國已進一步收緊對中國半導體設備出口豁免，市場預期國產替代步伐加快，帶動相關股份全線做好。宏光半導體今日大升近8%，中芯國際00981及華虹半導體01347分別升4.56%同埋4.43%。科技龍頭股方面，美團、快手升幅超過2%，小米亦都升1.48%，反映資金對高研發投入同埋自主創新企業嘅追捧。部分龍頭如騰訊、阿里巴巴則輕微調整，資金有明顯輪動跡象。生物醫藥板塊午後發力，君實生物01877急升8.09%，榮昌生物09995、百濟神州06160分別升6.73%同6.18%。創新藥板塊年內累計升幅超過50%。雖然早前受中東局勢緊張拖累，資金趁低吸納明顯 ，ETF 連續多日錄得資金淨流入，反映長線資金對中國創新藥出海同埋研發實力有信心。醫藥板塊內部亦都見分化 ，CRO、CDMO 同埋高端醫療服務公司表現較佳。新消費概念股今日表現亮眼，美麗田園醫療健康02373暴漲19.82%。老破黃金06181同埋武歌平01318升超7%。5月內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6.4%，創下今年新高。消費升級概念受益明顯。蜜雪集團、帕帕瑪特等品牌消費股亦都錄得升幅，反映內需復甦同埋品牌效應持續發酵。部分傳統消費、乳製品、家電同埋燃氣股則表現偏弱，市場對其短線基本面信心不足，資金明顯流向高增長同埋高景氣行業。航運及港口板塊今日強勢，太平洋航運大升19%，主因中東局勢升溫，美國空襲伊朗核設施，伊朗議會討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推高國際原油同埋航運價格。運費急升帶動相關企業盈利預期，油氣、能源設備、軍工等抗通脹同埋避險板塊亦都見資金流入。中海油升1%，石油設備同埋服務股亦都有跟隨上揚。金融科技及埋跨境支付概念亦都受政策利好帶動。中國人民銀行同香港金管局聯手推出跨境支付通系統，首日北向交易逾6900筆，南向19000筆，促進兩地資金流動同埋支付效率提升。四方精創等相關股份逆市做好，反映市場對金融科技創新同埋未來增長空間嘅憧憬。總結今日港股表現，市場喺地緣政治風險升溫下展現韌性，科技、半導體、生物醫藥、新消費同埋航運板塊成為升市主力。美國收緊半導體出口政策，加速國產替代，創新藥同埋科技板塊持續受資金青睞，消費數據強勁，帶動新消費股走勢。地緣局勢推高運費利好航運股，資金結構性流向高景氣賽道，外資亦都持續流入亞洲新興市場，為港股提供流動性支持。投資者而密切關注半導體國產化進程、創新藥臨床數據、內地消費復甦同埋地緣局勢對供應鏈嘅影響，把握結構性機會，審慎部署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同教育目的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者法律建議。我哋致力於維持內容嘅誠實性同埋透明度，但唔保證內容嘅完整性、及時性或者準確性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包括本金損失嘅可能性。喺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，請諮詢專業財務顧問。